你確定你真係追星？聽落係咪好奇怪？但有冇諗過追星表面係鍾意偶像，但內裏其實係一個重新認識自己嘅過程？好多人話追星不切實際，但呢種狂熱會唔會係我哋將自己嘅理想投射咗喺你嘅偶像身上？今日一齊拆解追星點樣由 fans 嘅行為變成一場自我探索嘅旅程。Hello， 我係 AY。追星喺香港已經進化到另一個層次，由姜濤 fans 包起電車，將銅鑼灣變成姜濤灣，到 Anson Lo 嘅巨型廣告板，引發全城嘅打卡潮。依家追星唔再只係買飛睇 show 咁簡單，而係集資應援、學剪片、設計海報、追蹤行程。但諗深一層，你咁努力了解偶像，除非你係佢嘅朋友，否則認知嘅一切都係媒體資訊聽返嚟。你追緊嘅究竟係真實嘅佢，娛樂公司打造嘅形象，定係心目中理想嘅自己呢？呢種為偶像瘋狂嘅文化並唔新潮，早喺1841年，鋼琴李斯特 Franz Liszt 已經喺柏林引發史上第一次嘅 fans 狂熱。1842年席捲歐洲，就好似呢幅畫所記錄咁，fans 嘅瘋狂程度絕對唔會輸俾今日嘅演唱會。喺1842年一幅畫已經記錄咗呢一個嘅瘋狂場面。台上彈緊琴嘅人呢，就係 Liszt， 而台下就係當年佢嘅 fans。成張圖嘅感覺就好熱鬧，觀眾瘋狂拍手呼叫甚至乎想伸手捉住 Liszt， 穿越時空場面就好似當代嘅演唱會咁狂熱。但近年香港嘅追星文化，因為3個獨特嘅背景，令偶像同 fans 嘅關係產生咗微妙嘅化學作用。第一，喺2019年嘅本土意識強化方面，深化咗港人對本土文化嘅重視，追星成為咗一種身份認同嘅載體，開始會多咗人注意返香港嘅音樂或者電影文化。第二，疫情嘅影響下，大眾嘅行為轉變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線下嘅活動受限，唔方便周圍去，推動咗線下互動模式嘅發展，就成為咗主要嘅情感出口。fans 社群嘅連結變得更加緊密，而且仲改變咗 fans 同偶像之間嘅互動方法。就算依家疫情過咗去，呢種溝通方法亦都一直存在。第三，媒體生態嘅變化，新嘅商業策略為年輕一代提供咗新嘅文化選擇。最具代表性係全民造星誕生嘅 MIRROR， 一個本土男團成功嘅案例，反映咗港人對本地文化復興嘅期待，亦都證明咗只要有好嘅作品，香港人都會關注同埋欣賞。當然，有人會話追星啫，後生仔玩下，使唔使咁認真分析啊？偶像都係睇樣，靚仔靚女就有人追㗎啦。冇錯，追星可以好純粹，有人視為精神嘅寄託，有人覺得係社交活動，亦有人認為只係消遣。無論你點睇，都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但如果我哋換個角度，從社會行為學去睇，或者會發現啲更有趣嘅嘢。從追星文化學到3樣關於人嘅本質。第一，我哋需要歸屬感。fans 見面會、集資應援就好似一場大型嘅儀式，重點係一班人一齊去完成一件事。呢種共同創造嘅感覺，俾到我哋喺日常工作生活以外一種強烈嘅群體歸屬感。
第二，我哋需要理想嘅自己。追星好多時係一種身份投射，我哋將自己欣賞、渴望擁有嘅特質，例如才華、勇氣、善良，投射到喺偶像身上。某程度上，我哋追緊嘅係內心深處嗰個想成為但未成為嘅理想自己。第三，我哋需要社群連結，因為鍾意同一個偶像，一群本來互不相干嘅陌生人就形成咗一個新嘅社群。喺呢個社群入邊，大家都連結好純粹，可以暫時擺脫現實生活中嘅身份標籤，揾到一個新嘅位置同認同感。所以追星嘅本質可能係人類追求意義、歸屬同認同嘅天性。關鍵只係點樣喺呢場追逐中保持平衡，唔好迷失自己。講到呢度，我要坦白講，我由細到大都未試過追星，但就試過無意中喺街度偶遇到自己嘅偶像。當時緊張到連要求影相都唔夠膽同佢講，直到依家我都覺得對方好有才華，好有特質，有令我羨慕嘅地方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會明白，其實追星唔一定係盲目崇拜，而係對某種特質嘅欣賞同渴望。後嚟發現，原來我唔係想追佢，而係想追上佢，希望自己有一日都會好似佢咁叻，咁有才華。呢個經歷令我明白，追星之餘，亦都要借呢個機會同自己經常保持對話，形成一個認識自己同成長嘅過程。如果追星能夠激發你變得更加好，咁就係一件非常正面嘅事。但如果追星令你逃避現實，或者過度消費，影響埋正常嘅生活，咁就要重新思考呢種行為嘅意義啦。追星可以係一種寄託，但唔應該係生活嘅全部。最重要係透過呢個過程，可以更加了解自己。總結返今日講嘅嘢，我哋從追星文化學到3樣嘢。第一，追歸屬感。追星比較傾向係一種集體儀式，大家一齊參與，滿足咗精神寄託，建立咗群體認同感，而呢種儀式令大眾有個歸屬感喺度。第二，追認同感，透過 fans 群揾到歸屬感，強化咗對自己嘅認同，但同時都要小心唔好完全依賴呢種認同，因為健康嘅自我認同應該係多元化嘅，例如可以係個人興趣或者工作成就等等。第三，追理想嘅自己。偶像係自我投射嘅載體，追星本質上係人類追求意義、歸屬同認同，就好似追緊理想中嘅對象。呢個過程可以激勵我哋嘅成長，但都要記住保持現實感。不過無論你追咩都好，都要記住唔好因為追逐一啲嘢，令自己脫離現實。追星最好嘅結果唔係得到偶像嘅簽名，而係透過欣賞佢嘅光芒，發現自己身上嘅可能性，最終成為一個更好版本嘅自己。下次追星嘅時候，問下自己，喺佢身上你睇到一個點樣嘅自己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答案。我係 AY，我哋下封信再見，拜拜。